司警喺澳門皇朝區進行巡查，發現兩名男子正同一名賭客進行不法匯兌，隨即採取執法行動。調查顯示，兩名疑犯從前年起開始從事呢一類活動，通過協助賭客兌換貨幣謀取私利。行動中，警方檢獲大量籌碼同埋現金證物，所有涉案人士都已經移交檢察院進行後續偵查。警方再次強調，賭場周邊嘅非法兌換嚴重影響治安，參與者亦需要承擔相關法律風險。法治社會，任何僥倖行為都無法規避法律制裁。面對日益嚴峻嘅非法匯兌問題，你認為應該加重刑罰以加強阻嚇力，定係應該加強賭場入口處嘅監管監測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。